谢你。亲家，哎，我是亲家哦。亲家啊，我是专工来找你的啊。哦，亲家啊，我时机真歹呢。假使讲吼，你若是要来借钱啊，有较困难哦。我唔是要来借钱的，我是要来行债务的啦。哦。迄树兰因大兄吼，甲亲家你借钱做生意，开迄个剃头店哦，啊，佫无才调通做，啊，才去拖着阮两个老的，我是想讲吼，我若无钱通还你，啊，用这闲钱吼，是毋是会当抵甲亲家借这本金？本金？啊，你摕偌济啊，树兰啊？无啦，无摕半仙啦。无半仙哦。亲家啊！啊，你莫怪树兰讲空手转来啦，是阮老的无才调。是讲这闲钱吼，迄早起较骨的吼，足轻啦。原来树兰讲因厝有困难，这是事实嘞，是我错怪伊啊。亲家啊，好啦，我甲你收起来。多谢，亲家多谢。我唔答应啦。阿川啊，你是头壳歹去啊？你钱无爱，啊换这无路用的闲钱是要创啊？咱若无你欠命啊啦。这闲钱是亲家对庄卡辛辛苦苦担来，我袂用个拒绝的。哎哟，你唔通安尼嫌空轻啦！人甲你讲两句啊好话，啊你凊凊彩彩就答应啊？我唔是凊凊彩彩，我甲你讲，亲家未还我迄个本金，我拢总要甲买闲钱啊。亲家，多谢。亲家，啊未还我迄个本金吼，算是我甲你买闲钱的定金。以后每年你闲钱若收成的时阵，按时送来互我就好。好，以后我一定会亲身送过来。啊。阿母，阿爸，秋兰，亲家，啊无恁爸仔囝好我开讲者，吼，啊我先息咧。无啦，我也连去走啦。遐赶紧哦。对啦，啊无安尼，你替我送恁爸爸一个。阿爸，我送你。好。来去哦，哦。慢行慢行，好。闲钱袂歹。想袂到讲吼，恁大官可会甲咱收这闲钱去，啊那安尼吼，咱欠的这债务慢慢就会当还清楚啊。我搁伫咧烦恼讲吼，唉，我伫当时甲还会完呢。我嘛想袂到，阮大官会答应将遐闲钱拢收起来。这战争吼，毋知影要战到伫当时的，到时吼一定无米人食。啊，加在吼，咱要有遐闲钱的。即摆物件拢足欠的，真侪店的生意拢无法度做啊，连米店拢嘛要收起来啊。秋兰啊，以后你若是有啥物困难吼，你做你来找我。
虽然咱无米通食，咱了遐番薯签的啊，还食会饱的啊。我知影啦，阿爸。好啦好啦，我转去。这番薯糜啊，食到影较袂饱啦。秋兰啊，下摆要煮的时阵哦，加掺一寡米。好，阿爸。应该是安尼讲啦。啊，若要烧清价的番薯啊，都要加几个巴肚，安尼毋则烧会哩。这番薯苦嘛袂歹食，换一个口味嘛袂歹啊。哦，袂歹是毋？哎哟，你莫家己骗家己啊啦！迄毋好咧家仔讲吼，咱有藏几包仔米呢？啊，无干那番薯苦，这日子是要安怎过啦？时机歹歹啊，猛呛多较忍耐咧啊，食啦。秋兰，你敢若拢食番薯苦，安尼营养要哪有够啦？袂要紧啦。什么无要紧？你不要紧，囡仔要紧。哎哟，啊，当人秋兰自细汉就食番薯签大汉的，啊，番薯签就去食，无讲咧番薯苦。哎，你放心啦，免烦恼啦，迄后盖囡仔生出来吼，绝对足用的啦。阿姨啊，我安尼食着用的啦，你紧食啦。对啦，秋兰啊，啊，佫足济，啊，食较济咧吼。食，你也紧食。阿姨啊，你嘛加食寡，莫去咬着吼。英啊，这番薯苦吼，真芳骨真甜啊，袂歹食。来，食一块看嘛，吼。闪啦，我食饱啦。卖菜的，卖菜的，做咱食，食。阿母，阿母，食饭啦。你毋食饭，身体袂堪热。你免6月挂菜加有心啦。我要是无人管你，安尼敢是较快活？无即款代志啦。阿母，我有煮白米饭，要来甲你回室礼，希望你莫阁为着番薯的代志伫遐激气。你莫想讲用这碗白米饭，就要甲我巴结吼？阿母，你欢喜就好啦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咱虽然有偷囤一寡米起来，但是总有一天也会食完。哈，以后日子要久长咧，爱靠些番薯啊。多少？原来你答应阮丈人啊，互用番薯啊底上受用伊的啊。对啊，咱也有过苦日子的准备啊。唉，迄先生来听人讲时到时长，无米煮番薯签汤。即马这个时机啊，一句话甲想起来，佫嘿，真适当啊。是啊。唉，像人甲我讲，等去收无钱，因厝会真困难。
我相信啦，毋过我错怪还受委屈。杜生，你都毋知影树兰为了这件代志，害咱岛甲因后头厝长做回来呢。我知啦，你甲秀兰讲，我无怪伊啊，叫伊即件代志莫看在心肝头。是，杜生。秀兰，杜生来，我甲你讲，叫你莫甲最近的代志藏在心肝内。我想你应该袂甲杜生计较吼。我要哪会啦？我看会出来，伫杜生的心目中吼，你的分量愈来愈重啊。我嘛知影，也毋过阿爸愈看重我，我的责任就愈重。你是伫想啥？疫情了，米店无多经营，厝内面经济差真济。为着要维持这个家庭，杜生用心计较。我是个大囝，我嘛应该想办法解决厝内面的困难。你是要想啥办法？其实我已经问了啊，啥物问路？秋兰啊，啊你即马有身弟，哪会去吹衫啦？哎，我来啦。无要紧啦，你去顾店啦，吼。嘿，即马店内面吼，拢爱登记在用的买，根本就无啥物人啊啦。我甲你讲啊，我若无加较骨来吼，真正头家甲我死头咯。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哦，啊你紧去休困啊吼。よし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有话想要甲大家讲，啥话？我已经签志愿书啊，过一站啊，我就要对龙宫
英啊，你喺倒？啊，我要去倒位，就要甲你报告先。唔是安尼啦，今仔27啊呢？啊，头七都还未做，就要做27。呸！我白你讲啥话鼓励啊？我是讲今仔日是年底啊，12月27啊，爱吹过啊？要吹你家己去吹啦。跳喙英啊你啊！咱中庄啊这个所在啊，通人拢嘛知影讲，英啊你吹过是天下第一的呢。莫安尼啦，我甲你讲吼，这树兰啊已经将人床洗好啊，米啊浸好好咧等你啊。恁新妇高，你袂晓叫去吹先。一千里路。